大家好，我係賴師奶。一直以嚟，我都希望我呢一條頻道能夠帶出一啲非中介嘅信息，以拋磚引玉嘅方法，去令生活喺大灣區嘅網友高人分享一啲佢哋嘅真實經歷同埋睇法，令有意走進大灣區、置業大灣區嘅港人能夠睇清灣區真面目，不至於入市之後因為有太大嘅落差而感到懊悔。所以無論係好嘅抑或唔好嘅，只要係真實，我都會為大家作出通報。好似喺上一集，我同大家分享咗一位網友鄭先生響灣區裝修嘅不愉快事件，而令到佢哋兩夫妻都感到好惆悵。但係佢都想我希望大家知道，響大灣區置業同埋生活，開心嘅事係好多嘅。呢一啲不如意嘅事，其實都只係小部分嚟嘅啫。我都好認同佢嘅睇法，響大灣區生活的確開心嘅事係比唔開心嘅事多嘅，而且我哋要生活充滿正能量嘅話，就要更加需要將開心嘅事去放大，將唔開心嘅事盡量斷捨離啊！我都想鄭太唔好再為裝修嘅事唔開心啦，因為無論響中港，關於裝修嘅陷阱其實真係好多嘅，例如用劣質嘅建材啦，又或者爛尾走數啦，好多業主嘅經歷都係苦不堪言噶。我自己第一次喺內地做毛坯裝修嘅時候，都試過中大伏噶。所以希望你哋盡快都可以忘記呢啲唔開心嘅嘢，好好咁樣享受灣區嘅退休生活。其實都真係好多謝大家願意無私分享，令我哋一眾都能夠掌握到更多真相，更懂得去庇護。喺呢一集，我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對現時喺大灣區置業嘅睇法，就係應買得買，可租亦可買，而重點就係在於大家要清楚點解買，同埋點樣買。如果我哋一直都抱住喺大灣區置業退休，可以享受一個更寬敞嘅生活空間，更具性價比嘅生活，而且希望有一個安樂窩可以作為長久嘅棲息地，咁樣我哋就要找緊呢一顆置業嘅初心，唔好因為中介嘅一啲營銷手法或者投資嘅論述，去買一啲超出自己預算嘅單位。正如網友張所講，返到去內地置業就唔好再講乜嘢金融屬性啦，而係要享受一個輕鬆無憂嘅生活，唔好再為搬遷而煩惱，亦都唔好再做樓奴啦。喺留言區嗰度，好多網友都眾志成城咁樣去分享佢哋點解買同埋點樣買。我覺得有好多意見都係可以令我哋一言驚醒嘅，當中大部分都認為要買都係為自住而買。如果係投資嘅話，就倒不如選擇內房以外嘅其他板塊，或者喺其他地方買其他投資產品啦。網友嘅留言真係好精警嘅，例如呢一位佢就話喺內地置業有價值嘅樓盤排隊都未輪到我哋港人可以買到啦。的確，好多世界各地嘅城市好賣又有價值嘅單位根本係唔會外銷嘅，因為內銷都唔夠供應啊。亦有網友提醒我哋，響大陸置業真係唔好諗投資啦。加上房產本身就係不動產，而投資就應該揾一啲流動性高嘅產品，尤其是響內地啊，一手供應多，二手掛牌多，流動性的確係比較差嘅。有一位網友仲分享咗一次佢決定放棄購買十字門一個單位嘅經歷，佢徹徹底底感受到越遲買就可以買得越平。有唔少中介就喺3月份嗰度不斷釋出樓市回暖嘅信息。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內地樓價表現最好嘅就只有上海，因為佢嘅穩都係有持續性嘅。即使好似中介咁講，3月份有回暖嘅跡象，都可能係因為受到小朋友讀書要喺5月前落實學區房呢一個原因導致嘅。升勢能夠持續先至係見真章。咁究竟內地3月份嘅樓市表現係咪真係好似中介所講已經回暖呢？不如我哋就用數據去說真相啊！響4月中旬就有唔少嘅數據話俾我哋聽樓市嘅表現實況啦。而中國中指研究院公布嘅8成二手房價指數嗰度顯示啦，3月份8成嘅二手住宅均價同比同埋環比都係呈現下跌趨勢嘅。同比下跌咗8.55個百分點，即係話呢一年又跌多咗8個百分點左右啦。雖然環比嘅跌幅係收窄咗嘅，但係依然都係未止跌回暖噶。亦都因為咁樣，8成嘅二手住宅價格係連續跌咗47個月，就係接近4年啦。而路透社亦根據國家統計局嘅數據推算，內地70個大中城市3月份新建商品房嘅價格同比下跌咗3.4個百分點，呢一個跌幅係10個月以嚟最大嘅。或者再睇返國家統計局更加原始嘅數據啦，
喺內地70個大中城市當中，一線城市嘅新樓價格只有上海係上漲3.7個百分點，北京、廣州、深圳都要跌。而深圳嘅跌幅呢就係最大嘅，跌咗5.5個百分點。響二手房嗰度嘅表現就更加差啦，一線城市同比係下跌咗7.4個百分點，二三線嘅城市同樣都係擺脫唔到跌勢。但係環比嘅表現呢就好咗少少。響一手房嘅方面，雖然二三線城市係繼續跌嘅，但係一線城市已經開始見到有上漲嘅跡象啦。而二手房方面呢，一線城市都係有漲嘅，漲幅呢就喺0.2至到0.6個百分點之間。二三線城市都係繼續跌，不過跌幅都有所收窄噶啦。根據呢啲數據，我哋只能夠講，內地嘅城市房價響3月份，除咗一線城市之外，根本都未見到有回暖嘅跡象，極其量都只能夠話跌幅有所收窄。所以有唔少嘅網友都睇得到呢個樓市嘅格局，就紛紛建議香港人去內地買樓應該點樣買啦。佢哋普遍都係抱住喺內地置業係以一個消費心態嚟到看待嘅，最重要就係要消費得起。例如有一啲網友就提議，買樓嘅話呢，就平平地買就好啦，用100萬左右就當買間度假屋，因為唔犯本，所以無論佢升定跌都唔需要在乎啦。即使到最後呢一間屋係賣唔到嘅，都算啦。最好仲要係將房價一次過付清。其實呢一種睇法同我都不謀而合嘅。我一直都強調啦，喺內地置業一定要有好強嘅理財思維嘅，因為一旦我哋喺經濟上面出現問題，內地房地產嘅套現能力同埋速度係比較強差人意嘅。所以喺置業之前，我哋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呢一筆錢花咗嘅話，都唔會影響我哋嘅生活，而且需要資金周轉嘅話，佢都未必可以用嚟救亡噶。另一位網友佢喺內地置業抱有嘅消費心態呢就更加凌厲啦。佢曾經用咗幾個月嘅時間去睇咗50個樓盤，就決定用75萬喺大亞灣嗰度買一個102平方米3房高層嘅單位。佢真係以投放落去嘅資金係會輸晒嘅心態去買嘅。佢覺得75萬喺香港買一部豐田7人車都買唔到，而且嗰部車仲用唔到20-30年添。但係買一層樓就可以住20至30年啦。佢認為用呢一種心態去買內地樓就係最心安理得噶啦。香港人就係用呢一種度假屋、豐田7人車嘅消費心態去內地置業，可能又再一次顛覆好多中介嗰一種置業就等於投資嘅固有思維啊。但係我哋香港人就好明白，我哋係有好多投資嘅選項，而且資金係可以放向一啲流動性更高、資金出入更方便嘅地方嗰度。縱使我哋肯定呢一筆資金係花得起嘅，但係我哋都要好慎重咁樣去花。有一啲網友就進一步咁樣分享，喺內地置業點樣買先至係比較好嘅。基本上佢哋嘅口徑都幾一致嘅，就係佢哋會建議先租後買啦。有一位網友佢就喺去年已經移居咗喺中山噶啦，期間佢就瀏覽咗幾千條視頻啦，仲好勤力咁樣同當地嘅中介深入交流添。但係佢就未去實地睇過樓嘅，因為佢打算先去中山各個區嗰度住一段短嘅時間，當自己真正了解到喜歡邊一個城區嘅時候，佢先至去落實置業嘅決定。仲有一位網友就好用心咁樣同我哋分析先租後買嘅好處同埋嗰個必要性啊。佢覺得喺內地買樓先唔好講保值嘅問題，而係仲有其他好重要嘅問題要關注嘅，例如物管同埋樓宇本身嘅質素啦，小區周邊嘅設施係唔係適合自己等等啦。佢觀察到有好多開發商，佢哋本身係大嘅品牌嚟嘅，但係佢哋只係用佢自己嘅招牌去賣樓，事實上暗地裏將嗰個樓盤俾一啲細嘅開發商去開發，於是出現嘅建築品質就好差啦，例如隔音唔好啦，出現漏水問題等等啦。而呢一啲問題響一手樓買入嘅時候係唔會發覺嘅，但係住落幾年就會浮現出嚟啦。佢親眼見過一個真實嘅例子，就係有一啲10幾年嘅樓盤已經出現電梯成日發生故障啦，住響高層嘅住戶就要日日行樓梯，物管又懶得理啦，業主又唔願意自掏腰包去維修，
於是問題就苦無出路，住戶亦都係苦不堪言嘅。所以佢都提議大家，內地樓宇嘅質素係好參差嘅，置業所要考慮嘅問題真係唔係只係買一層樓咁簡單嘅，好就係揀定一個自己心儀嘅小區，先租住一段時間，清楚埋當地嘅生活氛圍同埋屋苑嘅口碑好唔好，先至買，千祈唔好盡信中介啊！佢仲反映，如果唔先租後買，唔睇清楚物業嘅質素，咁樣就更加麻煩啦。因為喺內地有業委會嘅屋苑係好少噶，如果物管做得唔好，要撤換佢哋就好難啦。唔知道大家清唔清楚啦？喺內地要撤換物管，一定要由業委會通過決定嘅。喺內地要成立業委會，係要全體業主嘅2/3通過先至可以成立嘅，所以成功率係好低嘅。因為呢一種政策嘅傾斜啦，物業管理公司佢哋係清楚明白，即使佢哋做事遠遠唔達標，都好難被撤換嘅。於是造成物管就有恃無恐咁樣交出劣質嘅服務啦。業主為咗還以顏色，就會以唔交物業費去迫使佢哋做好啲。但係財政嘅資源越嚟越少，小區嘅服務就越嚟越差啦。到頭嚟，小區就破爛不堪，生活嘅體驗亦都每況愈下，單位嘅價值亦都係會逐步下跌，受苦嘅又係去返業主嗰度。所以，正如呢一位網友所講，真係麻煩一大堆㗎。有網友對於呢一種咁嘅情況都有同感㗎。佢曾經去惠陽嘅一個大屋苑嗰度睇樓啦，3期嗰啲新樓真係好靚㗎，但係再睇返1期嗰啲二手樓就真係不堪入目啦。所以如果大家唔先租後買，唔知道物管嘅服務質素，咁樣都可以中伏得好慘㗎。好多謝各位網友無私嘅分享，因為有你哋嘅互動，亦都可以將我知識到嘅事情同大家進一步分享。當我睇晒大家所有嘅留言之後，我最欣賞嘅就係網友們都係用一種好踏實、量力而為嘅心態去內地置業嘅，咁樣喺面對市場嘅升升跌跌嘅時候，都可以好豁達咁樣坐看風雲變啊！其實喺過去嗰幾年，我哋都睇到內地政府對樓市嘅態度同埋政策係有所轉變嘅，由起初打壓投機到現時全面托底，推出咗好多穩定樓市嘅政策，例如取消限購啊、首付比例下調啊，仲提供咗房貸利率優惠等等啦。二手房仲推出咗大壓過戶、以舊換新呢一啲措施添。所以縱使現時我哋都仲未見到有實質證據話俾我哋聽，轉角市已經嚟臨，但係就已經有金融機構揚言已經見到樓市嘅曙光啦。花旗就指出，佢哋睇到喺4月份，中國核心城市嘅房地產已經出現更多積極嘅企穩信號。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認為中國嘅樓市已經沉底完成，未來將會係見底回升呢？或者而家係咪已經係入市嘅時機呢？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嗰度分享你哋嘅睇法。今集我同大家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齊圍爐取暖，互相警惕，互相圓滿嘅話，就請你訂閱我呢一條頻道啦。下一集再見。